即係關於資優生情發展一啲迷思，同埋咧一啲點樣可以佢哋溝通，或者你點樣可以講到佢哋一啲方法咁樣。咁好啦，我哋下頁。咁首先咧就介紹下我自己先啦。咁我係 Eva 啦，而家咧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嘅榮譽講師嚟嘅。咁我即係同資優生啦，或者從事教育工作差唔多10都應該超過10。咁我本身對於資優教育啦，我本身係歐盟認證嘅資優教育專家啦。咁我主力咧都同一啲學校咧去做一啲非華語嘅課程啦，同埋一啲咧關於社區發展同埋心理健康嘅課程嘅。咁以前咧我多啲會做一啲跨文化教育嘅咁樣。咁所以今日真係好高興啊！咁我知道好多家長咧都對於資優生呢個情義教育嘅議題咧都好有興趣嘅。咁所以都多謝非營教育協會邀請咧，咁就今日同大家講呢個講座樣。咁係我啱提過啦。咁其實除咗我之外咧，香港都有一啲對於資優同埋才藝認證好有心，包括資優教育學院啦。咁我本身咧關於資優嘅呢個專業資格咧，佢就係喺呢個歐盟嘅學班嗰度嘅。咁所以我嘅資優教育咁都見過香港資優教育嘅啦。咁所以咧或者係參照。咁我哋咧就準備進入今日嘅主題啦，係啊 ，Ideal Life。咁今日嘅題目咧係講情義教育嘅。咁好多家長都第一個迷思咧就係點解我哋要特別關注資優兒童啦？我呢一頁咧係特別整出嚟，因為咧喺教育局嚟講咧每一個小朋友咧佢係對於每一個老師同埋家長都係能力去責任去培訓佢啦，俾一個充分令到佢哋發揮潛力教佢。咁其實關於資優學生咧，令到佢哋有適切嘅學習機會咧，都係學校嘅責任嚟嘅。咁對於資優教育嚟講咧，我哋嘅諗法咧就係要有系統、有方向咁去發展呢啲資優嘅學生啦。咁當然咧，當中都係包括佢哋嘅情義教育嘅。過去咧，對於資優生咧情義教育嘅討論比較多。咁一般嚟講咧，比較多都係大家可能都聽到一啲 case 啦，就講嗰個資優生咧，佢係完全溝通唔到啊！嗰個資優生咧上咗去之後咧，好啦咁樣。咁我等陣都會提到，即係其實資優兒童點解係會有情義教育嘅需要？我哋來嗱，我哋咧呢個如果之前有聽我講座咧，都有了解咗個基本咧。資優生係講咗咧，除咗喺學術表現突出，即係我哋叫 achievement， 佢係有 achievement， 佢係有成就嘅高成就生之外咧，亦都有啲獨特嘅情緒、社交同埋價值觀發展嘅需求。嗱，呢個係第一個迷思。其實資優生係咪一意即係或者 emotional problem 咧？事實上咧，有研究係做過一個實驗，最終其實咧，資優生咧係會比本地學生或者冇非資優生咧係有情義嘅需要。咁大家會講會有 emotional challenge， 佢哋會有啲情義挑戰，但係事實上咧，佢哋嘅情感嘅能力啦、處理情緒能力咧，其實並唔係真係比普通即係普通啦非資優生弱嘅。咁我咧其實打一般人係對資優生嘅迷思，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哇，呢個資優生去讀書好叻，一定人際關係有。事實上係冇咯。事實上呢個人際關係之間嘅問題咧，而係嚟自其他嘅原因。咁其他嘅原因包括咩咧？有啲資優生佢哋嘅特質，其中特質咧就係佢哋係高度敏感啦，即係可能有我上一次有興趣可以聽我講我講，我上一個講就特別講高度敏感嘅人，其實佢哋嘅情緒反應咧係好強烈。咁而呢個特別情緒咧，好容易令到佢哋會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咁比如佢哋可能見到一啲唔公平啊、唔公義啊，佢哋咧比起一般人都會更加唔開心。咁我上一次都有分享過有 case 咧，就係有女仔喺一路都學緊情義，咁佢一路都讀書好叻啦。然後去到中學有一年中二度，佢咧就唔再返學啦，對所有嘢都冇興趣啦。咁好唔開心啦。我媽媽當然即係唔知點算啦。咁於是咧就嚟咗揾我啦。
咁我同個女仔都傾過好多次，之後咧佢有一次同，即係佢就話，佢話我講俾你聽點解我唔開心就係你要信我咁，個個咧都以為佢發生咗啲咩事，但係其實係冇發生啲咩事。佢話其實發生咗啲咩事咧，就係佢有一日咧突然之間意識到，就係佢上呢個綜合科嘅時候，地理堂嘅時候，突然間意識到，我哋人咧做咩都係救唔到。於是咧佢好唔開心，佢覺得呢個世界都係冇希望。咁然後咧嗱，可能一般人咧，你聽完之後會覺得都係嘅，都係事實嚟嘅，我都會有啲唔開心，都有啲擔心嘅。但係咧佢嘅唔開心同埋佢見到呢一種不公義，佢嘅因為佢有一種無力感啊，佢呢個無力感咧係令佢唔開心到可能會離開咗佢嘅學習。咁呢個其實就唔係因為佢本身對於自己情感啦，因為係兩個問題，即係佢唔係處理唔到自己情緒，而係佢情緒好大啦，或者因為佢有啲特質令到佢一個好難以處理嘅情緒，佢處理唔到，但係並唔代表佢處理情緒嘅能力比其他人低。我再講多次，即係話佢處理其他人嘅能力咧，情緒嘅能力並唔係比其他人低，只不過佢嘅情感比其他人更加多，或者刺激佢嘅情感比其他人更加多，所以佢冇辦法處理到咁大嘅情緒嘅。咁第二咧就係佢哋對於公平係有一個強嘅。咁第三咧就係佢哋自我咧要求好高啦，咁亦都咧係有一啲完美主義嘅傾向。其實完美主義咧perfectionism 咧嘅資優生咧好多時候都會出現逃避啦，同埋咧好多時候咧係容易情緒崩潰嘅，因為你知呢個世界唔完美噶嘛。咁冇完美佢有兩個傾向啦，一係就唔做嗰件事，因為做唔完美。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做嗰件事揀做咗，但係唔完美喎，咁其實好唔開心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呢個嘅症狀焦慮都咁亦都好容易感到焦慮同孤獨啦。咁焦慮同埋孤獨咧，焦慮點就係因為資優生咧佢本身係發展比同齡嘅小朋友快。咁尤其喺求學階段咧，佢身邊嘅小朋友其實都唔係同佢係同一個認知嘅水平入邊，咁咧就會令到佢嘅孤獨好強烈。咁呢個其實都係點解啲人成日話資優生好唔容易抑鬱、好唔開心嘅嘢。咁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喺學習環境入邊咧，佢好難同一啲非同小朋友有一個好長期嘅相處，咁變咗佢嗰個孤單嗰個莫名白佢咯。咁最後咧就係情緒發展唔同啦，咁就可能會影響佢嘅心理健康嘅關係。有啲咩嘢可以做支援咧？嗱，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家長都同咁我哋要實際原理，真心係好睇多小朋友嘅情況啦，佢知道嘅類型啦，佢點解會唔開心啦？都係同屋企嘅關係啦，睇下。所以呢啲我以下呢啲建議咧，其實都係啲我都俾咗一啲，即係如果係要好針對住小朋友嗰個情況咧，我係真係要了解個小朋友，要知道嗰個情況，我先可以俾到一個好實際嘅建議。咁喺家庭層面咧，第一個係即係要建立一個安全依附嘅關係。咁之前我都有上一個講咗，我都有解釋過 attachment theory，即係依附關係啦。咁安全依附關係嘅時候咧嘅意思咧，即係話其中有幾個元素啦。第一個咧就係家長嘅回應咧，同埋你嘅回覆，即係無論係 verbal， 即係口言語間，或者係 behaviour， 你嘅行為咧都係可以預測嘅。所以咧第一樣嘢，你要盡量同小朋友咧，你嘅反應都係要一致啦。咁第二咧就係要令個小朋友咧知道咧焦慮啦，同埋困難啦，或者開心唔開心，佢都可以同你相處啦。呢個對於亞洲家長嚟講咧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咧我見到亞洲家長普遍咧都係每嘢就揾我啦 ，no news 就係 news 咁。咁但係小朋友佢喺屋企入邊同你咧，但係喺屋企同人分享學校嘅嘢咧，其實學校開心唔開心都可以分享。如果你同佢建立咗個關係咧，其實係佢開心唔開心都會同你講咧，其實就會可以建立到呢個關係啊。其實係一個安全，有一個安全感嘅關係。咁第二咧就係重視佢嘅情緒表達啦，同埋聽佢訴。啱啱都講咗啦，有幾多家長唔聽講嘢其實比如咧其中有一個家長有時打俾我好夜，佢就話咧學校打嚟，就話佢個小朋友咧老師小朋友中一定啲中二咁樣，咁佢咧就個老師就話，個小朋友真係
翻去小學啦咁，佢係連簡單嘢都唔識做啊，就係話佢唔識畫個格咁樣，咁就話佢上堂咧叫咗佢好多次，即係總之老師就抄咗個表格，咁就叫啲同學仔抄啦。咁個同學仔咧就即係嗰個女仔咧就唔抄，就一路坐喺度，老師叫佢都唔抄嘅。咁個老師就好嬲啦，咁就打俾個家長投訴。咁其實嗰件事咧就大家都冇聽過就係咩咁。但係個家長就好開心，咁有一次嘅結果我就問個細路啦，我就問佢喂，即係點解嘅？你明明即係啲嘢好整齊啊，啲筆記都冇問題嘅，點解嗰堂又即係咁特別，你又唔畫個格咧咁樣？咁個女仔就靜咗2秒啦，佢就老師都未寫完個格出嚟，我都唔知個格要畫幾大，咁我咪唔畫咯。其實嗰件事咧本身係可以去㗎，但係就因為即係家長可能一聽到老師投訴就即刻好緊張，咁咧其實就錯過咗大家溝通同埋聆聽嗰個訴求。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即係好多時候小朋友佢講親學校嘅嘢都係負面，咁佢都唔係一個即係好嘅循環咯。其實分享即係好嘅事啦，唔好嘅事啦，呢度都係一個好嘅循環得嘛。咁所以要鼓勵多啲興趣啦，同埋一啲多元成就啦。咁尤其係你小朋友如果佢本身個資優嘅範疇喺學業上咧，咁家長都係要即係俾多啲空間佢去發揮咯。咁另一方面咧，學校層面我就多講啦。咁例如成長教育啦、成長課程啊，好多學校都有。咁亦都有一啲資優學生嘅小組，就呢個咧其實佢真係針對資優學生佢哋嗰個孤獨感。其實資優小組咧，好多研究都發現咧，其實佢係好有效咁樣減輕資優學生嘅孤獨感，因為佢將咧類型嘅資優生放埋一齊，佢哋咧係互相被明白同埋被理解。咁呢個同點解即係鼓勵佢哋探索多元興趣，其實都係有呢個好處嘅。咁同埋咧，要俾一個學習嘅挑戰佢啦，所以有啲跨學科。咁當然個人層面咧，就關於即係資優生本身佢要培養時間管理同埋壓力調整嘅能力啦。呢個咧其實係同佢嘅有冇學習挑戰係有關係，因為咧好多資優生佢哋其實咧可能去到中3之前，差唔多即係14、15歲之前，佢哋讀書從來都唔需要用力嘅。咁但係你想象佢已經14歲，佢要預備一個可能高中嘅課程，先至發現喂，原來要讀書，佢先至去學。即係佢比起一個本身已經要分配好時力啦，啲書其實都要努力溫啦，佢要感覺嗰個學習嘅壓力啦，佢要去管理佢時間。你諗下佢幾時先發生？所以其實學習挑戰對於小朋友嚟講係重要。呢個重要其實係培養佢一個學習同埋自主學習嘅能力。咁第二就係即係佢要接納會有失敗啦，會有唔完美啦咁當然如果即係有一啲問題係冇辦法處理或者好難處理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即係求專業。咦，我見到家長問係咪資優生同處理情緒能力高低冇關係？係啊，係冇關係嘅。研究發現係冇關係嘅。甚至有研究咧，其實指出資優生佢本身處理情緒能力係有機會比一般嘅小朋友同埋非資優嘅小朋友係更加好。所以係唔係一個直接嘅關係，並就等於佢處理情緒能力特別低。係唔關事嘅，呢樣嘢即係研究發現好相關嘅。咁啱啱都提過啦，點解傳教好重要啦？因為佢有助資優生可以完整咁建立一個自我認同。咁亦都喺未來社會抗逆力、社交能力係好重要啦。咁亦都想預防呢個都唔淨係資優生嘅，其實而家一般香港學生都呢個問題，就係過早嘅怠倦，即係 burnout 啦、焦慮啦、抑鬱呢啲心理問題。咁當然將來成就啦，培養同理心同埋責任感啦，係啦。咁我可以再落下一張。咁我之後咧會分享一個 case 嘅，咁我就放咗個名，改咗少少情節。咁但係都寫同大家分享。咁去 wrap up 我今日講阿小明咧，就我佢改咗，佢就係一個10歲嘅學生啦。咁佢咧本身喺學校咧成績係好出色嘅，咁尤其係數學同埋科學。咁係奧數校隊咁樣噶，我印象即係多少記得。咁但係咧，其實佢喺屋企咧成日都好焦慮啦，同埋覺得好挫敗嘅。咁原因咧就係佢覺得自己藝術啊、體育咧係完全做唔到自己期望，即係畫畫又唔叻啦，跑步又唔係個人啦。咁同埋我覺得呢個小明咧，佢本身係生得好高大，咁所以佢好開心。咁另外咧，佢就成日都覺得冇
時間咧去佢嘅課外活動咧，大多係爸爸媽媽為咗啲學術發展選擇嘅。所以咧，其實因為佢數學好嘛，我記得佢嗰陣時咧，一個星期咧7日咧有4日咧都要上數學班啦，有奧數班啦，跟住唔知咩微積分啦。嗰陣時佢10歲啫喎，跟住咧然後有啲咩做科學要喺個 lab 度即係做嗰啲有啦，同埋佢好早咧就去上嗰啲即係 integrated science 嘅補習。咁所以咧，佢其實咧就覺得佢自己覺得自己體育唔係上嚟好嘛，其實佢有啲想學游水啦當時。咁但係其實爸爸媽媽就話冇時間啦，冇得學啦。當時我同佢父母傾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就係佢爸爸媽媽係好唔明白佢點解成日覺得好挫敗嘅，因為佢爸爸派我立場咧就係覺得，體育同埋藝術都唔係啲重要嘅科，佢唔使覺得唔開心㗎。尤其是混合我之前講嗰個完美主義咧，個完美主義範疇可能係唔係淨係喺佢自己叻個科度，佢可能對自己要求叻個科都要好。咁呢樣嘢好容易對於小朋友嚟講咧造成一啲挫敗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佢冇乜時間做佢自己個人興趣嘅嘢啦，咁所以咧對於佢成個發展咧都係唔係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嚟。咁但係咁雖然講好遠啦，咁但係父母其實第一樣嘢好重要咧。我成日都講，雖然聽落就好似好明知啦，咁但係第一樣嘢係要建立一個現實嘅期望。呢個現實嘅期望咧，其實唔係淨係小朋友對自己，其實都係父母對於小朋友嘅現實嘅期望。呢個現實嘅期望就係佢雖然數學好好啦，但係確實係覺得自己係上體育，然後佢有一個傾向完美，想要做得好好嘅小朋友。所以你就算話俾佢聽，你唔使緊張啦，佢都係覺得緊張。咁所以呢個現實嘅期望就包括家長要明白每個人有自己嘅長短處啦，小朋友有自己嘅長短處啦。你覺得有壓力，你覺得樣嘢做唔到，我哋一齊去揾方法去做佢，但係反而嗰樣嘢唔重要啦。咁亦都喺呢個過程，其實亦都同小朋友一齊建立就係你做唔到嗰件事，唔代表你失敗。其實係人生步上就有啲嘢係未必做得，每樣嘢你都要做到第一落，做到比人哋好咯。咁其實可能你突破自己都係一個重要嘅學習嚟嘅。咁你就係鼓勵一啲多元嘅發展啦。其實小朋友咧點樣有學習挑戰咧？好多家長問我，其實係俾佢學多啲嘢得㗎啦。因為佢總有啲嘢係佢冇咁叻咁，係咪？即係佢可能 perfect pitch，咁佢音樂叻，咁可能體育唔係咁，先俾一個體育運動員咯。咁佢總會遇上佢嘅學習困難。遇上學習困難，當佢要跨越嘅時候，佢就係要有一個學習嘅方法。咁佢學會學習之後咧，其實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咁第三咧就係管理時間。但係你講啱講嗰個，其實所謂嘅學習方法就係離唔開對於時間管理啦，同埋壓力嘅管理。咁知學生咧係即係冇需要，因為佢如果從來都冇挫敗，佢如果從來讀書都係唔需要。咁其實佢係完全學習方法，佢唔需要記憶方法嘅。佢唔需要你諗下，如果一個語言要知嘅時候，佢可能係從來都唔需要溫過書咯，佢唔需要背書咯，因為佢本身個語感放咗。但係事實上就係到佢長大到一個階段，個科目去到一個階段，佢就係要用力，唔可以再你所講嘅食老本啦。咁到時佢先至要學呢個學習方法，對佢嚟講壓力好大。所以喺早啲嘅時間，俾一啲唔同嘅學習。係啦，咁最後我都鼓勵家長啦。其實情緒支援，因為你哋同小朋友本身係一段好親密嘅關係入邊，小朋友其實離開學校就即刻翻嚟見到父母啦。佢對於父母嗰個情緒嘅需要，其實佢可能有佢唔同嘅表達方式，但係本身佢傾向依賴父母嘅。咁所以提供情緒支持都唔容易嘅，即係所以如果真係有擔心咧，其實都可以揾專家幫手啦，或者可以問多啲意見，就唔好即係小朋友啦同埋照顧者咧互相個壓力喺度一個屋企入邊 share 出嚟嘅。咁最後一頁咧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時間啦。